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2月27號星期六，沙田七草三泥草地 A+3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293，四班1400米，2號馬極上沙龍，尾134磅，7檔起步，由頭放反，但甩贏，4班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294，四班1200米，2號馬志滿同行，尾132磅，1檔起步，前置最後100奠定勝局，但甩贏，4班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同場另一隻9號馬小魔怪，尾124磅，13檔起步，最後150衝得好勁，2、3、4名好接近，輸3個馬位，快過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